台北內湖做入淹水民眾罵甲，這是府開要4000萬做的這應變平台，說是佇個淹水迄當陣雄雄告終，大家局處的資料攏無法度傳起哩。不過台北市長蔣萬安是表示講，狀況隨解決，無影響到救災。蔣萬安嘛宣布講，未來5檔到10檔要開65億提升排水，這成功好落來，較有法度應對。頂日大雨來襲，台北市內湖區真濟所在出現積淹水災害，引起民怨。台北市政府也予民代演出，開闢花4000萬的災害應變分段協作平台。佇淹水迄日發生告終，造成各單位資料無法度即時上傳。對此，台北市長蔣萬安證實，迄日同齊時段大量的影像資訊回傳，伺服器確實有短暫延遲。在同一時段，大量的影像資訊回傳，伺服器有短暫的延遲，但即刻的排除以後，沒有影響任何的救災行動。洪洪防災議題正做選戰焦點，對處民進黨參選人選變樣，點出淹水的主要原因是邊高清污也有排水問題。蔣萬安回應，環保局攏有定期清污，也會提升防洪巡程。佮確定將台北市的雨水容受能力每點鐘78.8毫米提升到88.8毫米。外界關注具體達標的時間表。我們預計65億的治水經費，我們規劃5到10年，我們希望持續的布建，所以包括我們看到百靈抽水站、大龍抽水站的新建，還有包括中山抽水站的擴建。針對北市府 AI 防洪，蔣萬安強調水利處系統有正常運作，新別樣回擊市府的測站數字甲氣象數無符合，市民第一時間無接到通知，為府做好防災準備，市府愛負責任。那他們的數據跟中央氣象署完全不一樣，這也是事實嘛。那他們自己說呢，這個排水溝上面這個有淤積所以要清掃，這也是事實嘛。淹水這也是事實嘛。淹水所造成的災害，目前他們的這個金額完全沒有辦法彌補，這也是事實嘛。另外，北市府發放內湖災民1萬塊的淹水補助金，新變樣認為無法度補償災民的損失。基礎中南部同款有災害，中央地方愛共同討論補助的標準。記者綜合報道。